但那时风台造成台南沿海灾情真严重，3个月过去了，这嘛是个摒扫。也毋过所传出讲有业者违法甲一寡需要废弃物再来载库弹，嘛互台南市的环保局抓到了，已经移送法办，上济是互判5档的有期徒刑，罚1500万。但那是风台对台南造成的灾情已经超过3个月，不过各区的修复作业加清运工作还阁继续。为了要有效管理废弃物，台南市环保局伫后壁乌树林设大型废弃物占地区，不过最近发现有车对非法占地点载废弃物，对防灾清运车队入来倒，好佳在稽查人员及时发现。假借灾区拆除建筑物的名义呢，将非法弃置的这个事业废弃物混杂进入我们这个暂存区，因此呢，我们也依照废清法来进行移送司法检调来进行侦办。自9月开始，防灾废弃物占地区就已经全面加强现场的管制。若是查到非法载运，或者是无程度处理所有物件，将会依照废清法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且让并科新台币1500万以下罚金。另外，废弃物占地区现场废弃物是蹲甲规堆敢若山地，市府即马也无结束的市场规划，地方希望赶紧结束。希望讲呢，拜托咱环保局者呢。咱10月底才能结束告一段落，因为阮的里面最烦恼的讲，这树蛙是毋是会迄个沼气的自然会火烧，这物件固料发酵的臭，会影响到阮的身体，阮里面的身体健康。所以我希望讲咱市政环保局这边呢，尽量尽快做这连工，看要清这物件要以最终的所在咧处理。另外，环保局也提醒民众，若是拆受损的建筑物时阵，应该确实分类，委托合法清运业者处理。而且伫咧来源证明单顶头，要详细写好清楚清运的地点、废弃物的种类，千万唔通乱写，想要准过。大家做伙维护环境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